潛水鐘與蝴蝶第5章字母。我好中意咧字母表入邊每一隻嘅字母。夜晚嘅時候，唯一呢一度有一點生氣嘅就係電視機開關顯示嘅小紅點。喺呢個時候，母音、子音就會隨住一首輕快嘅歌曲舞動。首歌嘅歌詞係咁樣嘅：威尼斯，精美絕倫嘅城市，有我甜蜜嘅回憶。字母佢哋手拉住手，從房間嘅呢一頭跳到另外嗰邊，又嚟到我張床度氹氹轉，跟住咧就沿住窗口喐嚟喐去，然後咧就喺牆上邊回旋，一直到門邊，然後又從頭嚟一次。呢啲字母有 E、S、A、R、I、N 等等等等。呢個睇落去好似雜亂無章嘅遊行隊伍，但係佢哋嘅排列咧，其實唔係求求其其拼湊埋一齊嘅，而係咧經過一個好聰明嘅設計。與其話係26個字母，不如話係一個排行榜，因為咧每一個字母咧就會按照佢哋喺法文入邊使用嘅頻率咧而定佢哋嘅先後次序。所以 E 佢就會排喺最前， W 就會跟尾， B 佢咧有啲唔忿氣，因為咧佢唔係好開心咧擺喺 V 嘅隔離，因為佢哋兩個發音咧成日都俾人哋搞亂。驕傲嘅 J 佢好驚訝啊！咦，我明明成日出現喺一個句子嘅開頭，而家竟然可以排到咁後嘅。肥肥嘅 G 佢有啲唔開心啊，因為咧佢嘅位置就喺 H 隔離，成日俾 H 吹氣，惹到佢好嬲。T 同 U 佢哋兩個係好朋友啊，好彩啊，今次咧冇被逼分開，佢哋兩個可以挨埋一齊，盡情享受相聚嘅喜悅。呢一切嘅排列都有一個成立嘅理由，就係幫助所有願意同我溝通嘅人溝通起嚟冇咁艱難。呢一套溝通方法其實都好原始下㗎。想同我溝通嘅訪客，佢哋按照 E、S、A 等等嘅次序，將每一個字母讀出嚟俾我聽，一直讀到我眨下眼為止，表示就係嗰個字母啦。訪客就會將嗰個字母咧記低落嚟，下一個字母亦都係按照呢個方式去進行。如果冇乜差錯嘅話，就會好快拼成一個單字，然後又變成一個句子，或者咧係一個片段，最後變成大家都睇得明白嘅意思。不過呢一套只不過係一個溝通嘅辦法。頭先解釋嘅運作只不過係一個說明書，因為跟住落嚟實際點樣操作就係另外一回事。因為有啲人佢會比較驚啦，有啲人會比較理智。面對呢一套文字代碼，每個人嘅反應都唔一樣，就好似每個人點樣去演繹我嘅想法都唔一樣。中意玩填字遊戲、排字遊戲嘅人，可能咧就會用比較短嘅時間咧就可以將個單詞拼出嚟。女人比男人更加習慣呢一種嘅溝通方式。由於不斷咁練習，有啲人咧佢哋已經好快好熟悉呢一套嘅方法，甚至乎咧根本都唔需要用嗰本神聖不可侵犯嘅筆記簿將啲字記低落嚟。亦都唔需要咧一邊睇抄咗落嚟嘅英文字母排序，一邊咧喺空白頁記低我所有嘅說話，就好似記低阿波羅神殿女祭司嘅神諭。有陣時我喺度諗，如果到咗公元3000年嘅時候，有個考古人類學家佢睇到呢本筆記，
佢會點諗嘅呢？佢會見到咧唔同嘅句子雜不楞咁樣寫埋喺同一頁上邊，佢會見到咁嘅句子，例如係物理治療師懷孕了，尤其是大腿，是亞瑟韓波，亦都咧有啲咁嘅句子㗎。法國人玩得同豬一樣咁差。筆記入邊潦潦草草寫咗一啲根本毫無關聯嘅句子，睇又睇唔明，又東一忽西一忽，而且啲單字亦都冇串啱，唔係漏咗幾個字母呢，就係冇將啲音節全部寫清楚。唉，真係唔知如果呢啲考古學家睇完之後會有啲咩結論呢？至於係一啲容易激動嘅訪客，佢哋好快就會失控。佢哋通常用一個好平單調嘅聲音，好快將26個字母拋出嚟，是是但但咁樣念幾個字母。佢哋一睇，咦？點解得到嘅係一堆莫名其妙，好似冇乜意思嘅句子？跟住佢哋就會忍唔住嗌出嚟。唉，我真係白痴啦！但係最終其實個結果咧都會變得比較輕鬆，因為其實咧我又唔需要去賣力咁應對，佢哋到最後就會一力承擔所有嘅對話，佢哋就自己問問題，然後自己回答。其實咧我最怕嗰啲將所有說話都係屈喺心入邊嗰啲人。我問佢哋：你幾好啊嘛？佢哋就會回答好，然後就將發球嘅責任掟翻俾我。唉，同佢哋傾偈啊，字母咧就會變成掩飾嘅炮火。有陣時候咧要提問2、3個問題，先至唔會咁尷尬，大家企咗喺度。而嗰啲比較有耐心、講究細節嘅人，就比較唔會咁容易出差錯。佢哋咧好仔細嘅，將每一個字母咧讀出嚟，然後咧喺句子未結束之前，唔會去立亂咧去猜測嗰句子有啲咩意思，有啲咩底蘊，亦都咧唔會憑自己嘅意思去加一啲單詞上去。雖然咁樣做，成個對話嘅過程變得非常之緩慢，有陣時可能令人哋覺得唉好唔耐煩啊。但係咁樣最少可以避免誤解，而呢種誤解咧，就係往往係嗰啲好衝動嘅人根本冇檢查自己嘅直覺，不知不覺間陷入嘅陷阱。話時話，其實呢一套溝通嘅方法都有一番詩意。記得有一日咧，我同其他人講，我要副眼鏡啦 ，Lunette。跟住對方就問我要月亮 Lune 做啲乜嘢啊？文字嘅部分就已經讀完啦，跟住落嚟我就分享自己一啲嘅少少感受啦。有一個美國關於溝通嘅研究，就係如果一個人佢有足夠嘅食物啦、水啊、衣服嘅物資底下，如果唔同外界溝通，有啲乜嘢嘅影響？實驗結果佢證明，就算有足夠嘅物資底下，唔同人溝通嘅話，即係冇朋友啊，或者係淨係活喺自己嘅世界入邊，嗰個人嘅精神世界多多少少都會受影響。喺字母呢一章入邊見到作者咧，佢好努力同外邊嘅世界有一個嘅溝通啦，同埋交流。就算係一個好惡劣嘅情況之下，因為佢嗰個身體機能咧得返一隻眼同埋咧耳仔先至可以有功能，其他全身都唔喐得啦，變咗植物人。我估個交流大概係咁樣嘅，用耳仔聽對方嘅問題，問完之後咧，對方咧佢就會遞一個字母表出嚟啦。咁跟住作者就用耳仔去聽下邊一個字母係自己需要嘅，
最後咧用眼睛眨一下眼就表示我要嗰隻字母。喺呢個過程之中都唔使講即係係咪串隻字出嚟啊？係咪成個句子串晒未啊？都未去到呢個階段啊，淨係喺過程之中，即係嗰個大家舉嗰個字母牌啊，同埋眨眼嗰個過程之中，其實已經係一個溝通嚟啊。作者仲從呢一個嘅過程溝通嘅過程之中咧，仲即係觀察到好多眾身上啦。有啲人咧就比較心急啲啦，有啲人咧就比較有耐性啲啦。哇！見到咧女人咧就佢觀察到女人咧比男人更加容易識認呢一套嘅溝通方法。而性格比較慢啲啊，有耐性啲嘅人，佢哋好似比較識得照顧人嘅感受。例如咧，就唔會立亂加呢啲輔助嘅詞語入去作者嘅意思入邊，又會等作者即係慢慢表示完佢一個句子佢先至咧去演繹究竟呢句句子係咩意思呢？呢樣嘢就俾我諗起，我有陣時候喺生活上邊都會有時都好中意好心急或者好多啲即係分心嘅情況。譬如我坐呢個由銅鑼灣坐小巴去淺水灣沙灘咁樣啦，其實即係差唔多每個禮拜都坐呢架車一次。通常咧我都係坐喺雙座位，即係坐喺右手邊啦。咁每一次坐咧就係睇電話，跟住咧就望下風景，睇電話望下風景。其實去到邊度咧，出邊窗內邊有啲咩風景咧，其實都唔係好留意，好知道嘅。有一次咧就好好彩喎，早咗上小巴，咁啱咧有單人座位，即係坐喺左手邊喎。平時坐右手邊噶嘛，今次又可以即係冇人坐單座位左手邊喎，咁我就坐左手邊啦。跟住我就擺低個電話睇下架車沿路有啲乜嘢風景啦。哇，好震撼！原來平時經過咁多地方咧係冇留意嘅。由到銅鑼灣開車啦，跟住經過 Sogo 嘅前邊嗰啲電車路啦，跟住加油站，然後咧就上斜路，係啦，跟住咧就去到墳場啦，係啦，再跟住就一見到墳場就係香港仔隧道啦。經過隧道之後咧，就係一個即係海洋公園嘅地鐵站、賽馬會山腳，然後咧就見到個沙灘出現啦。如果平時嘅話咧，係唔會即係留意到，如果原來經過咁多地方嘅，淨係個感覺就係咪上車咪碌手機咯，碌到咁上下，咁就自動落車啦。即係成個過程咧就係冇太大感受，冇太個資歷喺入邊噶。到站就落車啦。但係如果我將個手機擺低，係啦，真係全神貫注去睇下唔知下一個地方係咩地方呢？會經過邊一度呢？嘅時候呢，成個感覺成個感受都唔一樣啦。即係到今日到而家呢一刻，頭先我講出嚟呢，我好似身歷其境嘅感受。呢樣嘢就俾我諗起就係作者同其他人溝通嘅時候，其實真係咪表達嗰個句子係咪真係咁重要呢？係咪到達目的地係咪咁重要呢？都重要嘅，到達目的地。但係嗰個過程之中同佢同訪客嘅溝通之中，大家嗰種即係互相感受或者係互相照顧體諒嗰個情呢，嗰個情感呢，比起係咪表達到嗰個句子或者表達到嗰個意思呢，好似更加緊要喎。呢個就係我今集少少嘅一啲嘅感受啦。如果中意呢本有聲書嘅話，記得將呢個頻道分享出去俾其他人，等大家都有一個正能量。